嗰啲風、個陽光、個樹木，好舒服。依家嚟到呢個三姊妹山峰纜車站，坐纜車過對面，一直就可以拍嗰個風景俾你睇。上面的法商，这个叫杰尼斯峡谷比那个美国大峡谷历史还要先有，这里才有美国那个大峡谷。然后左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三姐妹峰左方是三姐妹峰然后呢，我们到达那边之后再坐另外一种缆车上去那个热带雨林对，进去热带雨林可以看到当年最早的一个发现的第一个煤矿也在这里然后也有里面很多一些植物像一些一说连树一些上万年的这个时代的一些树也有一些桉树500-600年的挺大的两个抱不过来的很大的桉树有吗？也有一些像寄生树那个比较多的我们先排好一个队伍他等一下从这里进去了我们排好一个队伍好了我们就是他在边排着一个队伍等一下那个门是从那边进的